近期，謝家喺娛樂圈嘅動態本來就好引人矚目。謝霆鋒喺影視同商業領域一路發力，新電影籌備嘅消息不停傳出，佢嘅美食品牌又拓展咗新業務。謝賢雖然年紀大咗，但偶然出席活動都依然風采不減，佢嘅時尚穿搭經常成為話題。謝婷婷自從宣布二胎生咗女之後，就好少公開露面，過住低調嘅生活。然而，平靜之下往往暗藏風波。一則驚人消息好似重磅炸彈咁喺港媒圈炸開。謝婷婷二胎生完之後，竟然被楊老公拋棄，3000萬資產被捲走。謝賢氣到心臟病復發入院，謝霆鋒連夜接妹妹返香港，嬰兒國籍更加成咗謎團，引發家族危機。呢究竟係一場點樣嘅豪門鬧劇？背後又隱藏咗幾多唔為人知嘅秘密？謝婷婷一向性格豪爽，感情生活豐富。之前同楊老公嘅戀情曝光之後，就引發咗好多議論。兩個人喺一場國際時尚活動上面至，楊老公風度翩翩，謝婷婷美麗動人，二人迅速墜入愛河。唔久之後，謝婷婷未婚懷孕，毅然生咗大女。雖然外界對呢段跨國戀唔睇好，但謝婷婷好似沉浸喺幸福之中，時常喺社交平台分享同女兒嘅溫馨日常。今年年初，謝婷婷又驚喜宣布二胎生咗女。消息一出，粉絲紛紛送上祝福，大家都以為佢終於揾到真愛，組建咗美滿家庭。然而，據知情人士透露，喺謝婷婷二胎懷孕期間，夫妻關係就已經出現微妙變化。婷婷懷孕嗰陣，佢老公就經常以工作為藉口出外，好少陪喺佢身邊。有時候婷婷打電話俾佢，佢都係敷衍幾句就掛斷。呢位知情人士話，婷婷雖然心入面委屈，但為咗肚入面嘅孩子，一直忍耐唔發作。就喺謝婷婷生完之後，身體虛弱，最需要人照顧嘅時候，一場巨大嘅危機悄悄降臨。某日清晨，謝婷婷好似平常咁醒嚟，卻發現身邊嘅老公唔見咗蹤影。佢起初都唔在意，以為老公只係早起去咗做工。然而，直到中午，老公依然未返嚟，打電話都冇人接。謝婷婷開始感到不安，佢四處揾老公嘅下落，問咗所有可能知道佢行蹤嘅人，但都冇得到任何消息。與此同時，謝婷婷發現屋企嘅財務狀況出現咗嚴重問題。原本存喺銀行保險箱入面嘅貴重珠寶、名錶等財物唔翼而飛，銀行戶口入面嘅3000萬資產都被全部轉走。謝婷婷頓時好似遭雷擊，佢點都想唔明，曾經嗰個同自己海誓山盟嘅老公，點解會咁狠心拋棄佢同2個細路女，仲捲走咁大筆財產？我嗰陣整個人都懵咗，感覺天都塌咗落嚟。謝婷婷喺事後接受朋友安慰嗰陣，哽咽着話：我為佢生咗2個細路，付出咗咁多，佢點可以咁對我？據內部人士爆料，謝婷婷嘅楊老公其實係個軟飯王，佢接近謝婷婷就係為咗錢。佢之前就有過類似嘅感情經歷，專門揾有錢嘅女仔下手。同婷婷喺一齊之後，就一直花住婷婷嘅錢，仲喺外面拈花惹草。呢位內部人士氣憤地話：呢次佢睇婷婷生咗2胎，覺得冇利用價值啦，就捲款走人啦。謝婷婷遭遇咁重大嘅變故，謝家上下頓時陷入一片混亂。謝賢得知女兒被楊老公拋棄，3000萬資產被捲走嘅消息之後，當場氣到臉色蒼白，雙手捂住胸口，直喊心口痛。家人見狀，急忙將佢送去醫院。經醫生診斷，謝賢因為情緒過度激動，引發咗心臟病復發，需要住院觀察治療。喺醫院嘅病房入面，謝賢躺喺病床上，神情憔悴。佢望住守喺床邊嘅家人，老淚縱橫地話：我對唔住婷婷啊，冇幫佢把好關，令到佢受咁大嘅委屈。謝霆鋒望住爸爸痛苦嘅樣，心入面又氣又急。佢一邊安慰爸爸，一邊暗自發誓，一定要幫妹妹討回公道。嗰晚，謝霆鋒就放下手頭所有工作，
連夜安排接妹妹返香港嘅事宜。佢動用咗自己嘅人脈關係，迅速訂好咗機票，又安排咗專人接送。喺機場，謝霆鋒見到憔悴不堪嘅妹妹，心疼到唔得。佢緊緊抱住謝婷婷，輕聲安慰話：唔好怕，有哥喺度，一切都會好起嚟嘅。謝婷婷靠喺哥哥嘅懷入面，泣不成聲。謝婷婷返香港之後，本以為可以暫時擺脫噩夢，開始新嘅生活。然而，一個新嘅問題又擺喺佢面前，二胎女兒嘅國籍問題。據悉，謝婷婷嘅養老公係美國國籍，而謝婷婷本人係香港戶籍。喺二胎女兒出生之前，兩個人並未就細路嘅國籍問題達成明確共識。如今，養老公失蹤，細路嘅國籍問題變得異常棘手。如果按照美國法律，細路出生喺美國境外，而且父母一方為美國公民，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獲得美國國籍。但謝婷婷並唔希望女兒加入美國國籍，佢希望細路可以喺香港長大，接受中國文化嘅熏陶。而謝家其他成員都對呢件事高度關注，佢哋擔心細路嘅國籍問題會影響到家族嘅聲譽同利益。呢唔單止係一個國籍問題，仲關係到細路嘅未來同家族嘅傳承。謝家一位長輩喺家族會議上面嚴肅地話：我哋一定要慎重考慮，做出一個對細路最有利嘅決定。一時間，家族內部對呢件事爭論唔休，各方觀點唔一，嬰兒國籍問題成為咗引發家族危機嘅導火索。隨着事件嘅不斷發酵，媒體對謝婷婷養老公嘅身份展開咗深入調查。呢一調查唔緊要，竟然發現咗好多疑點。原來呢位養老公所謂嘅時尚界精英身份存在好多水分。佢喺時尚圈並冇咩知名作品，亦冇穩定嘅收入來源。之前佢曾經喺多個國家生活，每段感情都以分手告終，而且每次分手之後，女方都會遭受一定嘅經濟損失。有媒體聯繫到養老公喺國外嘅前女友之一，呢位前女友喺電話入面氣憤地話：佢就係個騙子，專門騙女仔嘅錢。同我喺一齊嗰陣，佢就經常編造各種理由向我要錢，仲背住我同其他女仔曖昧。我後來實在受唔住，就同佢分手啦。佢仲提醒謝婷婷要小心呢個男，唔好俾佢再次傷害。此外，媒體仲發現養老公喺同謝婷婷結婚之前，曾經有過一段婚姻，而且仲有一個細路，但佢從未向謝婷婷提及過呢段過去，一直喺隱瞞自己嘅真實情況。呢啲發現令到謝婷婷同謝家更加憤怒，佢哋決定通過法律途徑追究養老公嘅責任，討回被捲走嘅財產。謝家迅速聘請咗專業嘅律師團隊，開始着手處理呢起跨國財產糾紛案件。律師表示，由於案件涉及跨國因素，法律程序較為複雜，需要收集大量嘅證據嚟證明養老公嘅詐騙行為。同時，由於養老公已經失蹤，尋找佢嘅下落都成為咗案件嘅關鍵。喺調查過程中，律師發現養老公喺捲走財產之後，將大部分資金轉移到咗海外嘅一個秘密戶口。為咗追回呢啲資金，謝家需要同多個國家同地區嘅金融機構進行溝通同協調，呢無疑增加咗案件嘅難度同複雜性。呢係一場持久戰，我哋需要做好充分嘅準備。謝家嘅律師喺接受採訪嗰陣話：我哋會盡最大嘅努力，為謝婷婷女士討回公道，追回被捲走嘅財產。與此同時，謝家都喺通過各種渠道發佈尋人啟事，希望養老公可以主動現身，承擔起自己應盡嘅責任。呢起謝家豪門鬧劇一經曝光，就引發咗社會嘅廣泛關注同熱議。港媒紛紛對呢件事進行大篇幅報道，各種猜測同傳聞甚囂塵上。有人同情謝婷婷嘅遭遇，認為佢遇人不淑，遭遇咗咁大嘅打擊；亦有人批評佢過於衝動，喺冇充分了解對方嘅情況下就輕易結婚生細路，導致而家陷入困境。對於嬰兒國籍問題，網友都展開咗激烈嘅討論。一部分人認為細路應該跟住媽媽嘅國籍，
喺中國香港長大。另一部分人則認為，應該尊重細路嘅爸爸係美國國籍呢個事實，令到細路有機會獲得美國國籍，享受更好嘅教育資源。此外，仲有一些人對謝家嘅豪門生活表示好奇同羨慕，認為佢哋雖然遭遇咗呢樣嘅變故，但依然有足夠嘅財富同資源嚟應對。而另一些人則對豪門背後嘅複雜關係同利益糾葛表示擔憂，認為呢起事件只係豪門世界嘅一個縮影，背後可能仲隱藏咗更多唔為人知嘅秘密。事件後續，謝婷婷堅強面對，家族能否重歸平靜？喺經歷咗呢場巨大嘅變故之後，謝婷婷逐漸從悲傷入面走出嚟。佢開始重新審視自己嘅生活，決定為咗兩個女兒堅強起嚟。佢減少咗喺公眾面前嘅露面，專心照顧細路，同時都積極配合律師團隊處理財產糾紛案件。謝霆鋒都一直喺妹妹身邊支持佢，佢利用自己嘅人脈同資源，為妹妹提供各種幫助。謝賢喺經過一段時間嘅治療之後，身體都逐漸康復。佢望住女兒重新振作起嚟，心入面感到一絲欣慰。